台语教材是愈来愈多元，即马要全台语版本的这图典看图学台湾话，这学习囡仔呢会当用这点涂笔含这册来互动，家长也会当陪伴囡仔来思考这台语词伫咱的对话当中要安怎运用。妈妈因小弟爱叫啥？这个就简单啊。妈妈的小弟。无毋对，真高。要过年啊，定定会拄到亲戚50，毋知要安怎叫。最近有一本台语图典看图学讲台湾话，有甲家族手画出来，运用点涂笔，作者有设计情景对应话艺术发音，也有试题互使用者练习活动性真悬。主题有包括重要政治、各种菜色含海产等等，真活大生活。阿公阿嬷伊嘛算甲足欢喜，因为内面有人会讲话嘛吼，所以讲规个都是要啦，就是甲阿公阿嬷搁带转来即个台语的环境内面，啊嘛希望安尼我希望阿公阿嬷会当即个影响了后吼，转去甲即个阿孙啊嘛开始用台语来讲话吼，甲用即本书来甲大家即个台语环境搁甲找转来。作者表示，每一页拢有特别设计基础的含正解的互动，就是希望不管大人囡仔，拢会当用这本册拿算拿学台语，促进亲子的台语互动。另外，为着要互人会晓背十字生相，也是学数字，作者也搁有家己写歌。市面上的台语教材，较接看到用高雄优势腔来录音。作者表示，为着要传承台北新专腔，这本台语图典嘛专工请台语顾问来审定发音。规本册计共是有收超过2000条的音档。台北人要是讲戏的较侪，所以伊伫这本册内底讲着戏，就是讲戏就被挑工用到顶的迄个体的，就是读做符安尼。而且因为伊规本册拢是用一个统一腔口，所以会当互你浸伫迄个腔口的迄个环境内底，我感觉这是对市面上来讲，这是一个足无共款的教材。设计这本图典的作者表示，伊希望会当鼓励济家长阿公阿嬷莫做活头族，含囡仔做伙学台语，对厝内的大细项代志到出国佚佗，拢会晓学讲台湾话，开创台语的使用环境。记者卢尚如、郑准佑台北报道。